政府發展低空經濟，由香港科技緊貼政策方針，協助政府訂立低空經濟飛行安全標準，同時為青年人提供跨領域嘅無人機實習機會。成千架無人機照亮維港嘅呢一幕，相信令唔少人印象深刻。但係璀璨背後，香港嘅夜空有幾難飛呢？我認為香港係做低空經濟最困難嘅城市之一㗎啦，全球最困難。首先，我哋牽涉一個安全，每一個入到嚟嘅 player 嘅企業係必須係有一個安全標準認證，符合到咁佢哋先可以起飛。香港高樓密集，為確保安全，每場無人機表演都需要逐次向民航處申請，審批時間可以長達1個月。呢間科企申請咗政府嘅低空經濟監管沙盒試點項目，目標係訂立全球適用嘅低空經濟飛行安全標準，促進低空經濟嘅發展。而家我哋係需要更多數據。其實只要我哋嘅所有航線落地，無論係送外賣，我哋做表演，有更多數據俾政府，佢就解釋到咩叫安全，然後令到各行各業點樣利用呢個三維世界空間去再做一個新嘅突破生意。根據中國民航局預測，2025年中國低空經濟市場規模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香港可以點樣喺呢一個環節分一杯羹呢？佢就相信本港有潛力成為低空經濟嘅領頭羊。香港有個優勢咧，就係我哋背靠緊內地咧，就係無人機入邊最 top 嘅企業都喺晒內地。香港好好地利用內地嘅無人機企業資源，然後香港再做一個標準認證，通過我哋嘅無人機指數，然後成為一個國際標準，再沿用喺大灣區同埋一帶一路市場。將無人機發展成為經濟轉型升級嘅新引擎，需要培育唔少人才。呢間科企亦都為本港嘅碩士生提供跨領域嘅實習機會。我覺得這個實習對我找工作非常有幫助，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開闊世界的一個開口。咦，你好像有相關的這個先進的科技的經驗，你可能就是會比其他的一些應聘者，相對來說更有競爭力。我從一開始一個完全不了解這些的學生，到現在跨行業去做實習，我甚至可以去操控這個機械狗，甚至去獨立的去策劃完成一場無人機燈光秀的表演。我覺得每一場表演都讓我覺得在閃閃發光。畢業後，佢哋都希望留喺香港駕駛無人機，掌握呢一片新藍天。究竟香港嘅無人機可以飛得幾高幾遠呢？我哋拭目以待。